位贵宾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我是泸州国小杜秋婉。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阿母的后头厝。阿母的后头厝伫高雄后壁附近。逐摆坐火车转去，爬到位的时，伫车顶就会当看到迄间厝，亲像展开双手，伫环境群共款。迄是一栋4楼的透天厝，甲阮伫台北遮的大楼差诚济，价足大间，价足趣味的。尤其是厝的上边仔，有一撮长长的走廊，阿公伫遐种足济无共的花草。原袂转来台北时，拢会伫即条草仔找喙，花香满世界行路，甲亲爱的阿公阿嬷做伙翕相，留下一张一张美丽相片。楼骹头前半间做人做生意，出进迄条安宁街，是在地规模上大、上简单的服装街。规条街拢在卖衫裤，毋管是上拍、上时行的，也是古早传统的，无论大人囡仔、查甫查某穿的，种类齐全，应有尽有。今仔休困日，世界买衫的人是客，生理抢管。阿母常在讲，因细汉时甲规条街真静，边仔阁有田园，不时会当听到水鸡咕在唱歌。甲即马繁华的情景，实在差天甲地。遐阁有一项甲别位拢无共的，就是便若火车过，拄则足彩的，规间厝拢在叮当，袂输地动咧，常常害阮插一条。暗时较静，车头的广播，就班火车要开啊，请旅客赶紧上车，都听甲一清二楚。最近听阿公讲，高雄铁路要全面地下化，真可惜，未来可能看袂到铁轨路，嘛听无呜呜清唱的火车声。一栋楼仔厝上好耍的，就是栋楼的便所顶悬，拢有架一间半楼仔。是阮即阵高景港的秘密基地，必小找的好所在。近摆转去，阮拢伫遐参加毋知人。遐嘛是阮细汉学爬上早的场所。阿母讲，我拄会晓爬迄阵，上爱用落喙壳仔，一站一站，豆爬。当甲小妹学爬。我甲阿姊故意，看小妹滑楼梯的扶手，一步一步学行。有一天，发现家己变滑，就会晓行，跳起撞去甲阿母烂条，互我甲阿姊最爱笑的。阿嬷讲，免笑，恁较早嘛是安尼。遐有遮尔济阮囡仔时。特别快乐的记忆，毋知我感觉遐毋若是阿母的后头厝，嘛是阮遮底仔上宝贝的后头厝。毋望阿公阿嬷身体踮家食饱字，互阮有一个会当永远我靠的后头厝。我的演讲到遮，多谢。